Hello， 大家好啊，我係 Rita 啊。之前呢，我去咗植牙，頭嗰2步做咗啦，今次第3、第4步完成埋佢。一於第3步印製牙帽，最後一步植入牙齒啦，套上牙冠啊。有興趣嘅記住留低收睇，但係睇片前記住讚好同埋訂閱我頻道啊。Hello， 大家好啊，歡迎嚟到 Rita Channel 退休阿太日誌。Hello， 早晨啊，大家好啊，我係 Rita 啦。隔咗呢3個幾月呢，卒之嚟翻自由光咧印牙帽啦，咁咧好多人都問我究竟幾時嚟咧？其實咧大概咧我打咗個妝之後咧，其實2、3個月咧可以過嚟噶啦。但係咧因為我要去旅行啦，去咗個好長嘅 trip， 所以咧先至可以 book 到而家10月頭先過嚟。咁我準備入去印牙帽，我會再影一啲片段俾大家睇嘅。登記咗之後呢，就準備咧去照翻呢一個 X-ray 啦，睇翻個牙齒嘅情況。好啦，我準備入去啦。我咧照完 CT 啦，咁而家我就準備入去印牙帽。入到嚟咧，醫生會睇翻我之前嘅 X-ray 片啦，同今日咧去對比一下，睇下個植體咧同我嘅牙骨嘅結合嘅情況係點樣。好啦，坐低咧，我先問佢會唔會好痛噶？佢話唔痛噶喎。之後咧，我哋會見到有支牙槍啊，準備咧幫我咧打一啲膠嘅入去咧，做一個牙帽出嚟啦。好啦，你哋可以慢慢自己睇下，見唔見到啊？我嘅牙帽咧印咗出嚟啦。再望清楚，需唔需要調校一下？印完牙帽咧，其實仲要喺一個口上面咧加咗一支好似釘嘅嘢啊。之後咧又要再去照 X 光啦。因為支釘咧真係頂住我嘅左手邊嘅位置嘅，所以咧我真係托住咁樣入翻去。然之後醫生咧就會睇翻 X 光片，再確認一個正確嘅位置，然後再印多次牙帽。啊，我都唔知咧，我成日以為淨係印下低嗰棚牙，原來上下咧都要印啊。印牙帽嘅時候咧，醫生咧都強烈建議我咧係用個鼻嚟呼吸嘅。我覺得呢個醫生咧非常之咁好啊，每一步咧都好清楚解釋。佢咧亦都解釋翻，如果真係傷咗隻牙之後咧，其實都會有1、2日嘅適應。好啦，我想講翻頭先個過程啦，我就入咗去咧就係印嗰個牙帽嘅，咁大概成個過程咧就係半個鐘。不過今次咧就比我上一次咧有少少唔舒服嘅地方，就係因為其實佢印牙帽咧有分幾個步驟，如果去睇翻我啲片啦，有先影咗個 X 光片啦，然之後你入去印牙帽。咁我成日以為牙帽應該係淨係印下低，原來佢上下都要印牙帽。咁跟住就幫我撬翻開嗰啲污糟嗰啲地方嗰啲部分啦。咁啊整個過程咧，其實大概我諗真係坐喺嗰個室度大概20分鐘啦。咁不過因為我佢要影 X-ray 嗰啲要啲時間。咁啊佢就話大概去到10月尾啦，今日係10月12號。咁去到月尾咧，我就可以鑲隻牙。佢話鑲牙落去咧係非常之咁簡單，亦都唔會痛。咁我好期待咧，到時可以俾大家睇下我隻牙啦。同埋頭先我都選咗嗰啲牙嘅顏色，咁我有3個度數，我就揀中間，又唔會太白咁誇張，又唔會太黃，咁啊中中挺挺。咁咧我就完成咗份啦，下次月尾咧就完成晒成個植牙。咁啊睇下你自己有冇興趣過嚟啦。記得我之前咧喺自由光做植牙，其實由6月到而家咧，而家係10月嘅30號，呢4個月裏面咧，我經歷咗咧就係檢查啦，然之後就入咗個牙莊啦，亦都上個月做咗個印牙帽，今日翻嚟咧就正式咧就鑲隻牙，我都好期待啊！鑲翻隻牙之前咧，俾大家睇下，我嘅左手邊咧嗰隻大牙咧係冇咗10幾年噶啦，而家咧有個銀色嘅植體喺入邊啊！好啦，我而家喺度等待緊，準備入去啦。喺等候嘅期間咧，我見到自己拍片嘅片段啊，話你知啦，我最初嚟呢度咧係先洗牙嘅，對佢哋有咗信心咧，考慮咗一陣子，然後咧先決定做植牙嘅。我而家準備就戴隻真牙啦，好緊張啊！一陣就知噶啦，我坐低啦。好啦，而家鏡頭嘅右手邊咧，你見到嗰隻牙咧就係我噶啦，我準備戴上去啦。嗱，呢個醫生咧，我覺得真心要推介佢，佢叫做段醫生啊。佢每一個步驟好清楚之餘咧，佢非常之咁細心，非常之顧我嘅感受，每一次都問我痛唔痛，有冇唔舒服嘅地方。呢個時候咧，我就同醫生講，我覺得咧放咗隻牙入去之後咧，個感覺上咧有啲頂頂地啊。然之後醫生咧就再細心檢查一下，於是乎咧就幫我。然之後咧就幫我隻牙咧去磨翻呢個合適嘅尺寸，再放翻落我個口入邊啦。
咦，今次嘅尺寸呢啱晒喎，好 fit 啊吓！然之後再嘗試呢，搖一搖我隻牙，睇下會唔會有鬆脫嘅現象。搞掂啦，鑲好隻牙啦，啷啷口，然後立即攞塊鏡照下隻牙先。咦，我重生啦！聽下我哋嘅對話。不用啊，這個一般都是終身的，10年只是說一個它能保，就相當於對，它能幫你維修的時間，這時候不是說它只能用10年，它一般種植牙都是可以用終身的，對，是的。大家睇唔睇到啊？我呢隻冇咗10幾年嘅牙咧，而家有翻，好似啊！佢做到我嗰個色咧，做得好似。我真係好開心！呢隻牙我冇咗差唔多15年以上。啊，你睇下，好開心啊！我而家有翻隻牙啦。喂，我講嘢唔會漏風，我有時講英文咧會漏風啊。暫時未好習慣，因為好似有隻嘢頂住咗，因為一路都冇牙啊嘛。咁咧，其實頭先做嘅時候咧，有啲壓迫感嘅，又唔係痛嘅，但係就好似有啲拉拉扯扯嗰個感覺咯。咁而家搞掂咗啦，好開心喎！真係好開心啊！真係好開心。整個植牙過程咧，其實我係由6月中咧去到而家咧10月尾咧就完成晒啦。恐懼咧係嚟自未知啊！我而家整個植牙過程都話晒俾你聽，咁你自己決定啦。牙就整好啦，即刻上去飲茶先。我好耐咧冇試過咧左邊有大牙去咬嘢食噶啦。好啊，試下先啦。好多謝大家收睇 V 太 Channel， 下星期再同大家見面，拜拜。大家記得讚好、分享、留言同埋免費訂閱，下次再同大家見面，拜拜。